翻嚟新聞時間，港鐵連續3年喺有盈利嘅情況之下，仍然加票價。多個團體趁住港鐵競步賽期間請願，10幾個嘅示威人士趁住港鐵主席錢果豐參加競步賽期間喺跑道旁邊請願同埋叫口號。佢哋不滿港鐵連續3年加價，有人更加走出跑道，競步賽一度要暫停。示威人士話：港鐵漠視通脹對市民嘅壓力，又認為政府太遲檢討港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政府就強調一直有就可加可減機制聽取社會意見。港鐵就話機制方程式要保持簡單易明。對於有意見認為喺票價調整機制當中，除咗包括車費，亦都要加入港鐵其他嘅收入，以及反映民生嘅因素。但係港鐵就話調整票價嘅方程式需要簡單易明。嗱，個 formula 自己本身咧，我啱啱講咗唔好太過複雜嚇。不過有啲 factors 如果係值得考慮嘅咧，亦可以喺唔喺 formula 入邊去處理嘅嚇。因為我希望即係個 formula 一定咗之後咧，係能夠維持數年啦。你唔可以話永久不變嘅。政府決定將檢討港鐵票價調整嘅諮詢延長到下個月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話：係回應咗社會希望有更多討論嘅訴求，否認政府低調處理諮詢。係關於而家政府啱啱開始咗進行嘅嗰個港鐵方面嘅票價調整機制咧，其實我哋係從不低調嘅，我哋係公開咗有個諮詢文件啦，亦都咧有關於嗰個調整機制嗰個所謂可加可減機制咧，喺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無論喺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裏邊，或者係喺社會一啲嘅輿論方面，我哋時不時都聽到好多意見。目前政府係持一個開放嘅態度，我哋希望聽多啲意見。當然，我哋考慮嘅時候咧，亦都要考慮埋咧嗰個具體嘅可行性。但有團體就批評政府喺諮詢當中並冇提出具體方向，令到佢哋好難針對個別情況提出意見。本港嘅貧富懸殊問題嚴重，唔少父母都要外出工作，管教仔女嘅任務只能夠交俾學校。係啊，咁以前就話有寄宿學校可以幫到啲忙碌嘅家長，咁但係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寄宿中學日漸式微，去到最近因為社會有需求，再度重現。記者歐志良去咗一間重辦寄宿服務嘅學校了解過。香港仔工業學校曾經係一間寄宿學校。不過喺90年代，市民家庭收入上升，再加上交通基建急速發展，學生就算去到香港仔返學，亦都好方便，所以寄宿服務嘅需求因此大減。20幾年前開始停辦，但係今時今日，香港嘅經濟仍然發達，但係貧富懸殊就越嚟越嚴重。寄宿服務嘅需求重現，所以學校喺今個學年開始重辦寄宿班。家庭結構嘅細小呢，咁學生可能都小朋友啦嚇，可能都唔係咁多時候同同年紀嘅同學咧去到接觸建立呢個社交嘅能力，亦都特別我哋見到咧呢幾年嗰個貧富懸殊咧係好嚴重啊！咁有好多家庭可能都冇能力去到有一個長時間去照顧小朋友。而近年出現嘅雙非同埋跨境學童問題，亦都係學校重辦寄宿嘅重要原因。唔單止雙非嘅小朋友咧，有時有啲而家已經係跨境啊，佢父母可能都係香港嘅人，我哋都會見到，可能佢哋喺深圳啊，或者即係近香港嘅地方去到居住，但係成家都係香港嘅人。咁我哋見到佢哋每天去到跨境，去到上學咧、上課咧，其實佢哋都真係缺乏咗好多嘅機會，同埋有少少對佢哋唔公平啊！即係有啲校園應該有嘅生活咧，因為佢哋每天咁樣跨境咧，佢哋都享受唔到。而家嘅寄宿生活同20幾年前已經有好大嘅分別。以前嘅寄宿咧係冇房㗎，咁而家就可以有6個人一間房。點解要6個人一間房啦？校方就希望學生可以有群體生活，學識點樣同人相處。復辦寄宿嘅第1年，寄宿嘅大部分都係中1嘅新生。校舍生活簡樸而有規律，朝早6點鐘就要起身，夜晚10點半就要瞓覺，唔準用手提電話，亦都冇電腦上網。為咗令到學生唔再講鞋、洗衫、刷牙、洗面、沖涼都要自己做。
社監林神父認為，紀律嚴格嘅生活，學生會更加長進。而家啲青年人呢，係通常啊，我唔講係真係啊，係冇乜責任感嘅，通到劈嗰啲嘢，冇紀律嘅，中意做乜就做乜，係冇手尾嘅，所以呢個寄宿咧，正係我哋好近、好貼身嘅嚟到去幫佢。即係有錢寄宿嘅寄宿學校啊，香港係有㗎，嘅赤柱啊嗰啲咩有啊。但係好似我哋咁樣咧，幫助有需要嘅學生咧，我諗香港冇。現時嘅寄宿服務係由辦學團體同埋有心人捐助，每個月收費3000幾蚊。但係學校會為有需要嘅家庭提供唔同程度嘅宿費減免。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轉睇啲國際消息，颶風桑達橫掃加勒比海多國，造成66人死亡之後，逼近美國嘅東岸。未來幾日將會吹襲多個州，被形容為怪風，有可能會成為有史以嚟吹襲美國最強嘅超級風暴。多個州都嚴陣以待。何子豪報導。新澤西州海邊捲起白頭浪，民眾用木板圍住門窗防風。當局又疏散島上嘅居民。桑達橫掃加勒比海多國之後，逐步逼近美國東岸。預料今個星期初喺特拉亞州去到北卡羅來納州登陸。氣象專家話，桑達唔係一般嘅颶風，冇規則嘅風眼。預料佢後日會同嚟自北極嘅寒流匯合之後，有可能成為有史以嚟吹襲美國最強嘅超級風暴，為包括紐約、華盛頓同波士頓等大城市在內嘅12個州帶嚟持續多日嘅暴雨。預料近6000萬人會受到影響。弗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同埋新澤西等多個州已經進入緊急狀態。首都華盛頓亦進入緊急狀態，民眾到超級市場搶購乾糧同埋水。紐約民眾亦加緊防風，市官員討論地鐵係咪需要停駛。紐約金融中心可能受到大影響。颶風亦影響到總統奧巴馬同埋羅姆尼嘅競選活動。羅姆尼取消咗弗吉尼亞州嘅競選活動。奧巴馬取消咗喺弗吉尼亞同埋佛羅里達州嘅拉票，留喺華盛頓監察颶風嘅情況。亞洲電視記者何子豪報導。美國總統選舉仲有10日舉行，爭取連任嘅奧巴馬同對手共和黨嘅羅姆尼繼續喺搖擺州份造勢，爭取遊離票。羅佩瓊報導。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有10日，選情進入白熱化階段。奧巴馬星期六喺新罕布什爾州拉票，繼續攻擊對手羅姆尼。During Governor Romney's campaign for governor down there, he promised the same thing he's promising now. Said he'd fight for jobs and middle-class families. But once he took office, he pushed through a tax cut that overwhelmingly benefited 278 of the wealthiest families in the state. And then he raised taxes and fees on middle-class families to the tune of $750 million. 而羅姆尼就喺另外一個主要搖擺州份佛羅里達對奧巴馬作出回應。This is not a time in America for us to pull back and to divide and to demonize. It's a time in America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to look for common ground in places where we have agreement. 佛羅里達州喺2000年嘅選舉係非常關鍵嘅州份，咁當時嘅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同共和黨候選人喬治布殊嘅票數非常接近，咁最終由喬治布殊贏到呢個州嘅25張選舉人票，超過當選總統嘅270張。但係全國總票數，戈爾領先喬治布殊50多萬票，選舉結果合法性受到質疑，需要重新點票同埋尋求司法仲裁。而今次選舉綜合多項民調結果顯示，有機會歷史重演。羅姆尼同埋奧巴馬仍然叮當馬頭，但係羅姆尼有可能喺全民投票當中贏得較多嘅票數，但係奧巴馬就可以攞到270張選舉人票成功連任。咁屆時羅姆尼嘅陣營極大機會要求重新點票，令到美國陷入憲制危機。亞洲電視記者羅佩瓊報導。休息返嚟會報導。環保團體考慮就龍尾人工泳灘司法覆核，政府話願意聽訴求。仲會睇下北京有唔少名人故居打造旅遊路線遭受到反對。